房係第5期會更灣啊，2房咯，80平咯，成屋品牌定制啦，乜嘢都配飾俾你嗬，總價使40萬哦，睇海咯，你睇室樓嗬，櫃子衣櫃乜嘢都做好啊，睇海啊，風口雙戶啊，洗手台乜嘢都做好，定制一排櫃子，大大都用睇，然後業主想買就把嗰啲床搬走啦，加空調乜嘢都裝好啦，洗手間嘅係跟濕崩嚟，呢個房間嘅一排都櫃子訂好俾你嗬，2房80平嘅嗬，總價40萬嗬，成屋定制品牌，拎包入住所見即所得，上呢度入嚟嗬，侍奉 L 型侍奉應氣入貨嗬，紅本齋手即買可以即至嗬。總價40萬，有興趣直接用我10年人攤真姐過嚟睇啦，拜拜。